大家好，歡迎收睇今集娛樂快訊。今日我哋有勁多料要同大家分享。女神配對計劃最甜蜜嘅一對情侶檔葉倩文同曾展望喺 GM 生日嗰陣去咗深圳慶祝，網民火速起底佢哋住嘅酒店同食嘅餐廳，性價比真係爆燈。而且佢哋最新嘅訪問入面爆咗好多私底下嘅甜蜜互動。Sophie 仲大爆 GM 咪霸行徑，聽到我哋都忍唔住笑。今集內容超豐富，大家記住睇到最尾啊！首先，我哋嚟回顧返今個月12號 GM 28歲生日嗰日嘅驚喜。Sophie 真係花盡心思，拍咗條超搞笑嘅影片俾大家睇。影片一開始見到酒店房門貼咗張紙條，寫住 GM 俾你準備嘅生日禮物放喺床上啦。當 GM 推開門嘅時候，雙人床上面有個禮物盒，盒上面仲寫住你最喜歡嘅。大家都估緊係咩貴重禮物，點知 GM 一打開，竟然係 Sophie 本人躺喺床上面嘟嘴索吻。佢將自己當成最珍貴嘅禮物送俾男友，場面嘅搞笑又甜蜜。網民睇完都留言話 Sophie 好鬼馬，呢份禮物又驚又喜，呢份生日禮物應該勝過所有。GM 甜到要爆炸啦，連羅毓儀都忍唔住留言話我都想要呢份禮物。立即有網民叫林俊琪要快啲做嘢。不過最令人驚喜嘅係，網民火速起底咗佢哋去慶生嘅地點。原來佢哋入住嘅係秘野深圳淡倉迷景礁石海景酒店，位於龍崗區葵涌街道，距離深圳坪山站大約48分鐘車程。呢間酒店嘅賣點真係好吸引，一晚房價約人仔1300蚊起，主打可以邊沖涼邊欣賞無敵海景。仲被封為情侶打卡勝地。酒店只有22間客房，每間都有270度海景視野，推窗見海，抬頭見霞。私人泡池套房更係配備專屬泡池，真係極致浪漫。而 GM 同 Sophie 喺酒店海景房內舉杯飲茅台，享受美食，氣氛超級浪漫。曾展望仲從後擁抱葉倩文，而 Sophie 就上載多張幸福照，甜喊貓 and 罐公。供應商大受愛稱都爆晒出嚟，有眼利網民仲留意到 GM 手上嘅茅台，笑言呢款酒常被坊間稱作壯陽酒。雖然呢個講法冇科學根據，但茅台係高濃度烈酒，確實能帶嚟短暫嘅興奮同微醺效果，令成個畫面更添幾分曖昧氛圍。立即訂閱我哋頻道，記得撳鐘仔，第一時間知道娛樂大小事。除咗酒店之外，佢哋食飯嘅餐廳都俾網民起晒底。Sophie 上載嘅無敵海景照，原來係喺深圳龍崗區嘅尖亞聖亞餐廳影嘅地點，鄰近南澳海貝灣沙灘，可以眺望一望無際嘅海岸線。餐廳打卡感極強，好似置身泰國度假屋咁。佢哋仲去咗人氣居酒屋 Bon Waikiki， 呢間店深受美食博主推介，以地道日式燒烤同精緻調酒聞名。網民一致好評，形容 Bon Waikiki 無論氣氛定味道都一絕。好啦，講完起底餐廳資料，我哋嚟睇下佢哋訪問嘅精華部分。訪問入面佢哋大爆咗好多甜蜜嘅細節。GM 話呢次深圳之旅，如果2萬粒星滿分，佢就俾12萬粒，可見佢幾咁滿意呢個生日慶祝。Sophie 就話其實佢一路斷斷續續都有睇資料，冇特定準備咗幾耐，因為知道 GM 中意大自然，中意風景同海景，所以帶咗佢去一個可以睇到日出日落嘅地方。佢哋嘅行程都幾隨心，有時會睇返個狀態，因為佢哋都有少少飲酒，所以會靈活調整。最有趣嘅係佢哋本來冇特定請假，係工作為先。不過咁啱嗰2日都唔使返工，前一日即係11號都唔使，12號又唔使，咪即時 book 咯。Sophie 真係做足準備，隨時都可以出手。訪問入面記者問點解第一餐就咁有興致飲茅台， GM 同 Sophie 都話中意，而且生日想慶祝下嘛。記者問邊個酒量好啲，佢哋話未較量過，不過 Sophie 就提議下次可以嚟個茅台擂台賽，聽到都覺得搞笑。 GM 話首次包場都係同 Sophie 食，呢個新身份嘅認證真係好重要。 Sophie 就解釋因為想同佢感受中西日唔同嘅文化，所以準備咗幾個唔同嘅地方。講到最有壓力嘅部分就係 Sophie 一嚟就將個天花板 set 到咁高。GM 生日佢準備咗咁多嘢，
一輪到佢月尾生日嘅時候 ，GM 會唔會好大壓力呢？ GM 坦言真係大壓力，所以公開招募大家比喬。Sophie 都話由公開招募 GM 蕭然要集百家之大成，到時就知點樣俾一個更大嘅驚喜佢。記者問會唔會送個日本之旅俾 Sophie，GM 話其實真係想，不過主要睇工作時間，佢哋都冇特定去請假，係工作行先，希望到時個天都眷顧佢哋。Sophie 生日又唔使開工嘅話，就可以睇下點樣慶祝。GM 仲爆料話攻略其實都有做下， Sophie 都大讚佢做攻略好叻。不過 GM 就話攻陷 Sophie 嘅時候冇用攻略，係用最大嘅誠意同真誠。立即訂閱我哋頻道，記得撳鐘仔，第一時間知道娛樂大小事。有人建議，既然 Sophie 咁鍾意日本，其實佢哋可以將去日本情侶檔去日本拍成一個節目。GM 話好喎，因為之前好似真係冇人做過，扮情侶就有，但係真真正正嘅情侶 CP 去拍成一個節目，好似就未見有人做。Sophie 立即話而家正式招募贊助嘅人士，如果有興趣資助佢哋呢個 trip， 佢哋會將品牌放入去片度。記者話贊助拍片啲人去幫佢哋拍， Sophie 就話咁你幫唔少咯。最搞笑係記者話唔係想攝入去， Sophie 就話你琴日 comment 我嗰個 post 下面寫咗我哋做咩唔帶你喎。跟住就講到 GM 社交平台 post 咗一段男女自拍嘅搞笑影片， GM 話係心血來潮同埋諗咗好耐，想拍呢啲短視頻大家開心。 Sophie 就話佢哋之前都有拍咗段禮物嗰段，其實佢哋都係上網揾咗啲原創之後再二創。記者問 GM 係咪經常性喺 Sophie 面前做呢啲嘢， GM 話其實有第三、四、五重人格， Sophie 都話見過唔少面。記者問 Sophie 點樣可以忍住手，忍住唔手震， Sophie 話因為佢係一個專業嘅導演，憑住對拍片嘅熱誠同埋嗰份尊重演藝嘅心。然後就講到 Sophie 嘅唱功，記者話之前已經聽咗係專業級水準，問係咪平時成日都練， Sophie 話都有練，但係佢自己聽返都揾到好多瑕疵，對自己要求都高，希望可以再做好啲。 GM 就大讚佢真係好好聽，其實冇乜瑕疵。記者都認證話聽到佢有進步，音準同音色都達到標準。立即訂閱我哋頻道，記得撳鐘仔，第一時間知道娛樂大小事。最精彩嘅部分嚟啦， Sophie 大爆 GM 咪霸嘅行徑，佢話 GM 有同佢一齊練歌，但係佢練到 Sophie 係冇得唱，點解呢？ Sophie 話 GM 會唱到個音樂完咗都仲喺度唱緊，跟住唱到佢個前奏起咗都仲唱緊，到咗 Sophie 開始準備唱第一粒字佢先收口，但係 Sophie 已經入唔到歌啦。 GM 就辯護話把握每個機會練到最好， Sophie 就話佢好無賴，會話你入唔到歌唔緊要，下次一定得嘅。cut 咗首歌重唱，cut 咗首歌，跟住又喺度咁，聽到我哋都覺得好搞笑。不過 Sophie 都讚 GM 個聲係幾特別，覺得佢可能學下就已經會非常唔錯，而且佢都幾有感情，好有自己風格。最欣賞係佢可以咪霸到咁樣，證明佢係比 Sophie 更加放或者有自信。 GM 就話因為 Sophie 本身唱歌太好，所以佢要練多啲嚟追上佢。 Sophie 最後話佢對自己都幾苛刻，所以其實人哋講嗰啲嘢佢唔係好理，即係嗰啲批評，因為其實最 mean 嗰個係佢自己。佢希望成日可以做好啲，但係要慢慢學下點樣再放鬆少少。 GM 就話因為佢想帶個最好嘅表現俾大家，佢99分都唔滿意，需要100分。記者問有冇期待佢哋情侶檔一齊唱歌，佢哋都話好啊，大家都期待。好啦，今日嘅內容真係超豐富。 GM 同 Sophie 咧對女神配對計劃最甜蜜嘅情侶檔，由深圳慶生之旅到訪問大爆料，真係派糖派到不停。佢哋嘅甜蜜互動同搞笑日常，真係睇到我哋都覺得好治癒。而且佢哋對未來都有好多計劃，無論係 Sophie 月尾嘅生日驚喜，定係可能嘅日本拍節目計劃，都好令人期待。Sophie 嘅唱功都真係越嚟越進步，希望佢可以更有自信啦。大家覺得 GM 同 Sophie 邊個環節最搞笑呢？係 GM 嘅咪霸行徑，定係 Sophie 嘅專業導演精神呢？記住留言同我哋分享你哋嘅睇法。如果鍾意今日嘅內容，記住俾個 like 同 subscribe 我哋嘅頻道啦。我哋下集再見，拜拜。